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净慧法师现在已经快要90岁了，他曾经当过法官，也当过律师。他在当法官的时候呢，接到一个案件，在基隆八斗子邻近的海滩上面飘来了一具腐烂不堪的尸体，全身都被大鱼小鱼啃吃的几乎体无完肤啊，连脸部也无法辨认了。这个尸体啊，浮浮肿肿的，胀得好像充气的玩具一样，整个变了形啊！来辨认的民众很多，但大家看了以后都表示实在腐烂的太厉害了。不管他们怎么样仔细去看，但一点都看不出来啊！这个时候，净慧法师就请警察拜托民众们要排一下队，尽量的成一个支行，再依次来，请大家看个仔细。但是许久仍然没有人能够认得出来，或许那张脸已经完全变了形了，加上这个尸臭太难闻了，以致大家没有办法停留太久吧。正当净慧法师一筹莫展的时候呢，警察突然跑来说，现场外面有一位中年的妇人啊，有读初中的女儿陪同前来辨认，但不敢进来。这个时候净慧法师就说，我亲自去带这位中年妇人到了现场，还是不敢靠近。净慧法师不敢太过于勉强他，只好先牵着他的女儿，陪着他一起一步一步跟着队伍慢慢向前行。当他的女儿靠近的时候啊，突然间在场围观的民众大声惊叫起来了，说尸体怎么流血了呢？尸体在流血了。这时候净慧法师他定睛一看，只见那一具尸体啊，一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2个鼻孔，2个耳朵，还有嘴巴，都淌了一大堆鲜红的血呀，从眼角、嘴角、耳门还有鼻孔缓缓的流了出来啊。这个时候净慧法师就赶紧请那一位中年妇人靠近前来看看这个状况，并请他一定要仔细端详清楚，因为见了他女儿会七孔流血，应该不会没有关系才是啊。那中年妇人才刚靠前弯下身啊，突然嚎啕痛哭了起来啊，而那初中的女生也倒在她妈妈的怀里，跟着大哭特哭啊。那中年妇人认出死者的假牙，她对着尸体喃喃自语的讲了一大堆啊。但海边风太大，海浪又潮，加上那个哽咽涕泣，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。然而这个尸体听了这些话呢，原本睁着大大的眼睛，竟然自己慢慢的闭了下来，并且从眼角里蹦一滴一滴的眼泪啊，连嘴唇都有一点微微的颤动，似乎有什么话要交代一般啊。净慧法师觉得好害怕哟，这个人不是死了吗？他回到办公室，心里还有疑忌呀，这个人不就早就死了吗？甚至也腐烂了，为什么还跟活人没有两样，会流血流泪呢？他越想越害怕，就问一些比较年长的同事了，说人死了不是死了就死了吗？大家都不说话，只对着净慧法师笑一笑。各位，这个是净慧法师在还没有出家之前所办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啊。有这个案例呈现出我们的神事是永远不生不灭的了。我们要奉劝所有世间人，应该要很清楚，如果你用善的心念出去，善会回到你身上来；你用恶的念头出去，恶也会回到你身上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毒驾呀、酒驾呀、诈骗啊，这些不伦不类的行为来伤害无辜的人民百姓。你用这一种非常残酷、残忍的手段来对待别人，这些东西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来的。万法虽皆空，但是因果却不空的。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、兴趣或者一种
贪求，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混乱，大家动荡不安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我们应该有所警惕，你的神事是永远不灭的，死没有结束啊，是另外一个生活的开始。我们所做的行为都会回到你自己身上来，你没有办法逃避的。那时候你叫苦连天啊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，在恶道当中过着非常折磨、痛苦、难以承受的悲惨，叫人想呼你一把都没有办法的，因为自作还是自受啊。所以我们奉劝所有世间人应该有所警惕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